法者何乐是道？是在心就，是在人就，是无上就，是无定定就，能除一切苦，知识不依。无说法者何乐是道？是就算就坏，结地结地，何乐结地？你这个你啊，去验啊，伊我看你去。菩提萨婆诃。你敢有哪背要考试？加减背，我嘛无加减背，我嘛要考啊。我比你大先一天考，我摆当考，恁礼拜考。我咧考几科哦？我稳背啊，无读会背，嘛是爱读。来，要搁一遍无？心顶要搁一遍无？来，搁一遍来。法者何明德心经，观自在菩萨。行先法者何乐明德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应求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道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，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地亦无定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因法者何乐明德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因法者何乐明德？是在心就，是在人就，是无上就，是无定定就，能除一切苦。知识不依，无说法者何乐明德就，即说就坏，结地结地，何乐结地？何乐真结地？菩提萨婆诃。菩提萨婆诃，菩萨，菩萨，菩提萨婆诃。